迎美健，全港首創常溫即食健康控卡餐品牌，重新定義健康飲食新標準。品牌理念：我哋創立嘅初心係堅信追求健康與享受美味從不衝突。每款產品嚴格遵循3低1小研發理念：低脂、低糖、低卡、少鹽，讓健康飲食成為輕鬆活快嘅生活習慣。核心承諾唔單止提供健康餐點，更傳授持續健康飲食之道。每款餐點經過精密營養數據計算，真實熱量標示，隨心搭配個人化餐單，實現唔捱餓、零壓力嘅健康管理。技術突破：獨家常溫保存技術，無需冷藏，3至5分鐘極速享用，保持強勁飽足感與完整營養。開業即創10萬盒銷售紀錄。市場認證，榮獲多項媒體健康食品獎項，深獲寫字樓員工與健康展會認可。特別適合注重健康管理的中產族群。真實見證，最鼓舞人心嘅客戶分享，真係可以日日轉款式，屋企都煮到餐廳級味道。最重要係成功減磅。迎美健，讓健康飲食成為最輕鬆自在嘅生活儀式。